Christmas。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是宋达明，我是李明一，你们好吗？你们好吗 ？Good。欢迎你们来参加2012新北市平安夜。耶！哇，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兴奋，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我们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夜晚呢，共度耶诞夜。非常的开心，是，而且呢，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圣诞夜，好不好？我们先跟前后左右的朋友说什么？圣诞快乐！快乐 ！One two three，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哎呀！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一次呢，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主办，板桥爱邻社协会，还有板桥联导会，还有新北市地区众教会，对众教会一起协办的2012欢乐圣诞平安夜。我们真的很开心哦。是，以前圣诞节就是为了要收圣诞老公的礼物，当然，长大后终于知道那是庆祝耶稣的生日哎，没错。哇，要收一个更大更好的礼物，就是救恩。哇，更多的祝福，更多的美好，要展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而且呢，我们知道在今天呢，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呢，是大家是不是从下午就一路玩到现在啊？对，都是很多人都来占位置。我们现场不但有园游会，有演唱，有表演，等一下还有大奖拿，想不想知道有什么大奖啊？对，小朋友最大声了。我跟你们讲一下，有苹果平板电脑哦，有几台啊？有2台。哇！还有智慧型手机3台 ，yes， 还有很多妈妈婆婆们最爱的民生用品，对不对？让你们非常实际的就可以抱回家。所以提醒大家，来到现场的呢，你刚刚有没有把你的摸彩券投入摸彩箱呢？还没有的话，找机会去。那我知道大家已经都站好了位置，准备要看精彩的表演了，对不对啊？对。
好，首先呢，为大家介绍这个呢，是由我们新北市政府呢，他们呢所辅导的，特别呢支持他们。那这个他们不但是结合了文化艺术，同时呢，他们还多次的跟我们官方呢合作，参加很多大型的表演，对，还非常精彩，到国际上面去表演哦。所以一开始呢，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普天同庆庭威醒狮团，来，掌声鼓励。2死1伤的惨剧，2名师傅砌砖10多年，经验老道，靠着一身好本事养活全家，现在却葬送在这片最熟悉的砖墙底下，让听闻噩耗的家属悲痛欲绝。年代新闻严日荣、周静瑜新竹采访报道。顶尖的学历是就业的保证吗？高雄是一个留学英国的硕士钱小姐，她25岁，她跟年代新闻投诉说，她到案件，对方强调说这是正式案件，有钱的。要求他给账号，结果等到当时。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Ayan Hawa hawa hahiyan Hohiyan
哈呜啊哈呜啊哈咿呀，哦耶呀，哦嗨哟因，嗨哟因，嗨哟因，哦呀。哎呀，哈呜啊哈呜啊哈呀，哦耶呀，哈呜啊哈呜啊哈呀，哦耶呀。哦，嗨哟因，嗨哟因，嗨哟因，哦呀，哎耶呀，咿呀哦，嗨哟呀嗨。哎呦因，哎呦因，哎呦因，哦吼嗨呦咿呦因，哦嗨呦咿呦吼吼呀，哎呀。哈呜啊哈呜啊哈呀，哦耶呀，哈呜啊哈呜啊哈呀，哦耶呀，哦还有因。哎呦因，哎呦因，哦呀！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在你降生的日子里，让我们有信心来跟随你的话语，充满喜乐的面对每一天，满满的祝福现场的每一位人平安、健康、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王洪恩。欢迎王洪恩，来，掌声鼓励，洪恩加油！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圣诞节快乐！你们开不开心 ？OK， 好，直接呢用我的音乐呢，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音乐呢，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前几排的要带着微笑，不然我唱歌会很痛苦哦，哈。是你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耶、yeah ！这位朋友 ，Hello。We are none。好，这位朋友，有点冷嘛，对不对？可以跟着节奏打拍子，好不好？好，我们 We are none。OK。 掌声不够了，音乐有点没力啊。对吧？来跟着打拍子吧。No word。Yeah。摇滚区的朋友，你们在哪里 ？Yeah。是你弹不出廉价的声音，像人在说话的语气，在可说风的秘密。是你像一位黑暗的丘陵，像你靠到怀里的甜蜜，在可说海的记忆。咿呀哦海呀。现在的我吹着风，又不经意想起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记忆里最美的雨。咿呀哦海呀，海呀那鲁湾，我谢谢你曾留给我的情的美丽的耶。现场的朋友，掌声加尖叫！就是你，不变的秘密。掌声在哪里？圣诞节快乐！耶！前面朋友挥手一下，手举高点。Hello。吹着风，我紧紧想起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记忆里最美的雨，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咿呀哦海呀那鲁湾，我谢谢你曾经留给我的情的美。你的拥抱，我刚才有没有变吧？有单单不怎么变。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如果大家觉得还是有点冷的话，我们把节奏加快一点，好不好 ？OK， 我看很多肤色跟我一样蛮暗沉的朋友，应该是特别留在我们新北市呢来过圣诞节，对不对？
没有回部落。除了新北市以外的朋友举个手吧。大部分都回家了，是不是 ？OK，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一样，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那特别是新北市的朋友要欢迎我们呢，对不对？一起度过这个温馨的圣诞节哦。我们用这首歌，现在开始，耶！等一下跟着节奏哈 ，OK。好，戴口罩的我看不到你是不是有笑了，但是就是你的眼神还是会告诉我了 ，OK。好，准备好了没有？这个节奏要加快一点哦。双手要慢慢举高一点哦。让我看你们双手一起拍手，耶！今天阳光耀。那传递什么讯息？你仰望，静静在聆听。我把感动写成秘密，偷偷飘进你的记忆。一句对的爱你，说给对的你听。想在彼此心里种上萌芽中的绿地，灌溉了很久的勇气，得到你晴朗的回应，在这瞬间就开出花季，绽放不掉落的爱情。心开始两个人的风景，沿途里靠的爱是有欢迎朋友，焦点你的微笑，我的表情，你的心跳，我的呼吸。去每个爱的年纪，启程前让我看着你说一句，说一句 Kiss me。 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我们的尖叫声，双手举高一点，跟着节奏一起拍手，手举高。今天阳光耀眼绚丽，洒在脸上清亮透明，报上说的话晒出一段很温暖的气息。风传递什么讯息？望静静在聆听，我把感动写成秘密，透露飘进你的记忆。一句对的爱你，说给你的你听，想在彼此心里种上萌芽。这朋友，放开了很久的勇气，得到你晴朗的回忆，在这瞬间就开出花季，绽放不掉落的爱情。现在开始两个人的旅行。这朋友，随心，焦点你的微笑，我的表情，你的心跳，我的呼吸。现在开始两个人的旅行，要陪你找寻每个爱的天气。几天前让我看着你说一句，说一句，手举高点，要很绚丽，特别洒在你的脸上，清亮透明。有点冷，对不对？跟着节奏一起摇摆。所以我要张开双手，用力把你贴。当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很喜欢你那微笑的脸。这个时候我闭上了双眼，就在此前让我带你去 kiss me。现在开始两个人的旅行，要陪你找寻人生。焦点你的微笑，我的表情，你的心跳，我的呼吸。现在开始两个人的旅行，要陪你找寻每个爱的年纪。几天前让我看着你说一句，几天前让我看着你说一句，一句 kiss me。阿嬷，这是你。身体有没有热一点点啦？我很感动。我看到那个阿嬷，因为这首歌其实谈初恋的事情。他的初恋，他应该忘记，因为想不起第一任是谁了吧？我就想，阿嬷，谢谢你。还是你看得到我吗？到底？好，圣诞节快乐哦！这一边的朋友，哇，比年轻人还热情啊！
OK， 今天是圣诞节，那我说真的，前阵子世界末日才刚过没多久就圣诞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祝福。那我说真的，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说啊，我们要为上帝做什么做什么。可是试问，我们真的能为上帝做什么吗？其实上帝是爱我们的，他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抱怨我们自己不顺遂，但是有时候想一想，哎，真的。如果把不顺利的事情把它摊在面前，还有比较你觉得好的事情摊在面前，你会发现恩典满满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未来一年不要怕，有上帝在，我们就有希望，好不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带着上帝的给我们的信心，一起向前冲。OK， 虽然还是有人放出冷漠的表情啊，但是 OK 了。耶！一起来，双手接给我，唱着发呆，想着未来的路该怎么样走下去啊！外面阳光普照，内心却是暗无天日，无与弥补啊！听说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你心里一定会说 no。总是羡慕身旁经过的朋友，哪里有尖叫声我就走过去。Yeah， 向前冲，向前冲啊！往前背后向前冲。想自己是个无敌，好了，我爱你。向前冲，向前冲啊！看着标杆向前冲啊！全用的那一刻音乐会响起。苦闷的，苦闷的，超能力，超能力。最帅的就是生活中面来的恶魔，常常想着别人，为身边的朋友，心中就他成梦想。为自己少年的志，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曾经有人说过，知足常乐，心不就会绕身旁。打开心灵的窗，所有的朋友，双手借给我举高点。向前冲，向前冲啊！忘记背后向前冲啊！想象自己超过主朋友，你们在哪里？向前冲，向前冲啊！看着标杆向前冲啊！成功的那一个音乐。呼喊着你心中的超能力，超能力。最帅的就是给所有人的赞。他跌倒了，他跌倒了，没关系的，爬起来，再爬起来。现在要开始歌出各位，我们总有最美掌声。双手借给我举高点，你们在哪里？手举高点，后面、前面、左边、右边的朋友，全部都有。就是你，高起来，就是你。向前冲啊！想象自己是个无敌的超人。向前冲，向前冲啊！看着标杆向前冲，成功的那一刻，手举高，为自己手举高。向前冲，向前冲，快上了！向前冲，想象自己是个无敌的超人。无敌的超人，向前冲，向前冲，看着标杆向前冲。会相信。现在张开双手，好好感受生命所有的奇迹，就会发现路人甲乙丙丁都是你专属的天使，用着甜的微笑欣赏生命走过的每一道风景。祝大家圣诞节快乐，真的很美丽。我爱你们，圣诞节快乐，拜拜。谢谢王宏恩，哇，非常快乐、开心的偶像啊！我跟你讲，人活着就要向前走，最好速度快点就向前冲了。对，哇，有一个目标往前走，哇，人生有盼望。而且都要带着像我们这样子喜乐的笑。是，哇，今天看到现场的大家非常的开心，你看整个就像是一个嘉年华会，而且对小朋友来说最开心了。那边还有什么？旋转木马，对不对？有没有去做啊？旋转木马，等一下一定要去做。我等一下一定要去做。我要回忆一下。应该是你儿子小宝要去做吧。然后那边还有那个还有小飞机。小飞机，好好玩哦！你们所有这边的市民，你们会不会太幸福啦？我刚刚来到，对不对？我很久没有来新北市了哦。
我刚才太漂亮了，我来到一个世外桃源，好像到了国外去，你知道吗？真的，而且所有的灯景一打，然后呢，附近所有的高楼大厦、百货公司，哇，你们真的太美、太幸福了。新北市的朋友，你们真的太幸福了，我们真的很向往啊，能够住在这个地方，很羡慕你们，真的。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位呢，也是呢非常甜美的女歌手，她也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是。然后呢，就推出了很多张非常卖座的专辑唱片。他的歌声真是有如黄莺出谷，每次听他唱歌，好美好甜哦，都好舒服，好享受。对，而且呢，他也是一个非常爱主耶稣的歌手哦。那么最近要推出新的专辑，叫做《黄色夹克》，马上要预购了。我们要有人已经知道了。对，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梁文音。来，欢迎梁文音。新北市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带来我的第一首歌曲《黄色夹克》。如果想要我带一件东西到荒岛那去。我想我也只有一件金瓶舍不得抛弃，毫不犹豫，完成旋律。让我穿着你的黄色夹克，踏上旅程，拥抱你的黄色夹克，度过余生。这么多年，他的皮肤依然还年轻，没变形，没变形。下了一场大雨之后，放进傻傻的香气，我穿上它。这里没有讯号，没有邻居，像一片森林，不如不及，因为可以，让我穿着你的黄色夹克，踏上旅程，拥抱你的黄色夹克，度过余生。它会模仿你的温度和陪着我的回忆，引我到风雨，陪我看流星。I'm wearing you forever. I'm wearing you forever. 记得哦，你们的手好吗？高举在天空中，跟我一起拍手。One two two, one two two， 大声一点！穿着你的黄色夹克，新北市的朋友，拥抱你的黄色夹克，有多快乐？继续穿着你的黄色夹克，永不褪色。拥抱你的黄色夹克，有多快乐？假装你还在这。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 dancer 老师。大家圣诞节快乐！啊，小朋友，你叫的好大声哦！你有吃很饱哦，我也爱你。哎，去年我也有来，但是今年的舞台热闹了一点。梁文音带了 dancer。然后在台上有一些比较活泼的表演，还喜欢吗？最近大家都有看到我的主打歌曲在电视上播吗？叫做什么？
不知道大家身上有没有一些黄色的元素？黄色在今年的冬天很夯哦。对，圣诞节也非常的适合。重要的是这一次很开心，带着我的第4张个人专辑跟大家见面，然后特别在这个充满温馨浪漫的圣诞夜里，可以唱新歌给你们听，让大家的圣诞节可以更温暖一点，对不对？好，其实这几天从12月初开始，文英就常去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圣诞活动。那新北市这一场应该是我来过最大场的，就是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到一些教会去分享、唱诗歌，然后也见过了无数个圣诞老公公，很开心的看到很多小朋友拿到糖果、拿到礼物，然后在教会有很多的交流，跟我觉得是一个很感恩的季节，很感恩的日子。耶稣，我呀，你们在哪里呀？哦，都没有在听我说话就是了，找我闭嘴的空档，然后突然大喊这样吗？我也爱你们。但是有一位上帝更爱你们，今天是他的生日，他是我们的耶稣。然后希望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不是只有好像拿些糖果，然后到教会玩一些游戏。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受到邀请，但是无论如何，圣诞节有平安从耶稣基督而来。然后希望大家在今年的耶诞夜里，不要失去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把这一份平安跟幸福带回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圣诞快乐，再跟你旁边的说耶稣爱你。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上一张专辑的歌曲，叫做《情人知己》。像情人，又像知己。
幸福能遇见你，是上天赐给我的福气。那种开心，那种窝心，那种安心，幸福很难，我相信，只要我们都努力，沿途要红的也都是美景。新北市的朋友，我非常爱你，非常确定，爱的甜蜜，爱的贴心，每次争吵都要练习，坏情绪转过身就失忆。非常爱你，深深爱你，没有怀疑，幸福很难，我相信，只要我们都努力，沿途要红了也都是美景。每次看你就有一份安定，直到今后我们日夜不止，在我们的小天地专心的爱着你。祝大家幸福，谢谢。好听吗？哇，我觉得气氛好好，而且前方就是一棵非常高的圣诞树，一边唱一边偷偷在许愿。就是已经到了年底呀，圣诞节过了，接着就是跨年了。然后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愿望都想要达成。无论如何，文英呢都希望大家的梦想能够成真。但是在成真的过程里面，你需要不断的去努力。希望大家过去这一年放弃的，明年可以把它找回来。然后这一年错过的，明年可以好好的抓住机会珍惜，好不好？我们一起努力。哎，好，这样好了。我想要跟大家报佳音一下，今年我没有参加到报佳音，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好，那我们就先不聊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活泼的报佳音歌曲，一起感受在这个圣诞节的氛围，好不好？你对我，我对你，台上台下一起报佳音，3、2、1。We wish her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her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her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新北市 We wish her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her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her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耶，好有感觉哦。祝大家圣诞快乐！好，接下来呢，这一首歌，因为我在明年的1月4号即将要发行我的第4张个人专辑《黄色夹克》，然后有一首歌很重要，是今年非常好的一个圣诞礼物，希望在今天晚上也可以唱给大家听。这首歌叫做《心里的孩子》，希望大家明年，可以有一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好不好？因为我相信一年一年过去啊，就是越来越多的现实的压力会捆绑你的快乐，夺走你的喜乐。但是圣经上也常常提醒我们要回转向小孩，所以这首歌我觉得是神给我的很好的一个礼物，提醒我们回归孩童时期的单纯善良。以及对上帝那种很单纯的依靠，叫做《心里的孩子》，唱给大家听。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很简单，可以的话回家看看歌词，然后把它学起来。别人总爱说
学会先承诺，再察言观色。本来的我呢，快不记得。我害怕我会习惯不快乐。在心里的孩子扮大人的样子，一开始有意思，后来双眼总潮湿。在心里的孩子，盼谁来讲故事，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小朋友们在哪里？耶稣爱你们，祝你们圣诞快乐！要一直都很开心哦，好不好？每日过来，有花有彩虹呢，能自我安慰是离手的疼，不确定我是变得随和，或累得慢慢放弃了原则。在心里的孩子扮大人的样子，一开始有意思，后来双眼总潮湿。在心里的孩子，看谁来讲故事，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在心里的孩子，后悔曾很固执，推掉期许多事，步步后果的尝试。在心里的孩子，常祈祷有天使借一双翅膀逃离现实，不会看自己哭的样子。谢谢大家，晚安。哦，谢谢梁文音，谢谢文音，这么好听的歌曲，真的，谢谢，感谢。哇，真的，你像是不是黄莺出谷？真的好好听的声音哦，对不对？哎，我对于那种唱出歌声跟他那个录音带唱的都一模一样，我真的好羡慕。因为所以啊，人家真的是身经百战来的，比赛出身的，真的是没得惊。好，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你是新店行道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左手边。各位观众朋友的右手边有一个小凉亭，中间的那个小公园啊，你们要到那里集合。OK， 新店行道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到我们舞台的那一边，哈，有一个小凉亭，旁边有一个小公园。主持人的左手边，各位的右手边，哈。小回廊有一个小公园，你们要去那边集合，哈。好，其实今天呢，我们大家呢。一起在这边欢庆呢，耶稣为我们降生的一个美好的日子。那当然呢，大家其实一年一年越来越清楚，其实呢，最好的礼物在圣诞节里面，就是把耶稣的爱分享给大家。而且平常对基督徒而言呢，我们都会唱唱诗歌，是，然后把祝福分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朋友。还有啊，就是只要到了圣诞节前后啊，我们就会呢。家家户户，或是你们会有没有看到在百货公司外面？对，是不是在唱诗歌报佳音？有没有啊？你们有没有拿到糖果啊？就说好欢乐，圣诞节快乐，对，就会在这种即使天气有点冷，它也会带给你温暖。其实这就是圣诞节的感觉，祝福的象征啦。是哦，把恩典跟祝福带回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这是呢板桥福音堂的诗歌团队，他们呢特别要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圣诞快乐，同时他们也要祝耶稣生日快乐。所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板桥福音堂诗歌团队，来热烈的掌声！大家好，给我们一点反应好不好？大家好。哎，认识我们的跟我们摇摇手好吗？哦，谢谢你们，你们都辛苦了。摊位的食物都卖完了吗？那好，我们不是诗歌团队，我们是敬拜团队哈。平常人数比较多，对不对哈？好，我们这首《圣诞快乐》是我们自己写的歌，我们要献给上帝，还有现在在这边的所有的人。圣诞快乐！
己看到神意，因为这是尊贵君王，亲爱主，我们自己站立这里，当神的内显的神意，因为这是你的日子。耶稣，耶稣，尊贵荣耀的救主，耶稣，耶稣，圣洁慈爱的救主，耶稣，耶稣，何等奇妙全能主，我赞美你。看那星星指引那地，守着自己看那神意，因为这是尊贵君王，亲爱主，我们自己站立这里，高声赞美献给神意，因为这是你的日子。耶稣，耶稣，尊贵荣耀的救主，耶稣，耶稣，圣洁慈爱的救主，耶稣，耶稣，何等奇妙全能主，我赞美你。生日快乐，我最亲爱的耶稣，你的爱让我一生永远满足。圣诞快乐，我最亲爱的耶稣，这世界因你充满幸福。圣诞快乐，因为有你。那星星指引那地，冲着自己看那神意，因为这是尊贵君王，亲爱主，我们自己站立这里，掌声赞美献给神意，因为这是你的日子。耶稣，耶稣，尊贵荣耀的救主，耶稣，耶稣，圣洁慈爱的救主，耶稣，耶稣，何等奇妙全能主，我赞美你。生日快乐，我最亲爱的耶稣，你的爱让我一生永远满足。圣诞快乐，我最亲爱的耶稣，世界因你充满幸福。圣诞快乐，因为有你。生日快乐，我最亲爱的耶稣，你的爱让我一生永远满足。圣诞快乐，我最亲爱的耶稣，这世界因你充满幸福。圣诞快乐，因为有你。这段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稣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唱。耶稣生日快乐！耶稣生日快乐！耶稣生日，耶稣生日。 耶稣生日快乐！耶稣，耶稣，圣洁慈爱的救主，耶稣，耶
谢谢板桥福音堂，是带这么好的诗歌团队，谢谢。对啊，带这么热情、有活力的诗歌敬拜赞美哈。是。哎呀，我每次听到诗歌的时候，有的诗歌会让我们心里面很安静，有的诗歌会让我们带出热情跟活力。对。其实人哦，活着是要有热情，要有活力，要有盼望的。要有盼望。哎，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呢，他们呢一家都是很会唱歌的，因为呢有一个很厉害的阿爸。对，阿爸。对。爸爸就很会唱歌。爸爸就是非常知名的创作人。那接下来这位呢，他说他哥哥爸爸真伟大。对，因为都是爸爸哥哥在厉害这样子。对，但他自己也很厉害。对，我们介绍出来，大家就知道，其实他在前几年呢，为了要纪念父亲呢，所以呢也出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那么在那张专辑当中呢，他集结了所有线上的偶像艺人、一级歌手，包括有周杰伦、S.H.E、哈林、庾澄庆等等，还有五月天都来跟他们一起合作，那让这张唱片呢。可以传承爸爸的创作。等一下，他可以自己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对，其实他不仅是很棒的词曲创作人，是他自己的歌声也非常优美。是不管是国语或是台语、西洋各式各样的跨界的，他都能够诠释的非常完美。而且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编曲人。是，我们现在呢，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洪敬尧、爱瑶老师，来，掌声欢迎他。Hello， 大家好，圣诞快乐！已经岁出就要放好飞机。旧情绵绵，每日脚想也是你。春风吹来有天，有时晴有时雨，爱静静走过曾经。青春梦长，离我已经是无望。情绵绵，心内只想你一人，浓情蜜满是藏，泪茫茫，雾茫茫。你的发，抹花香，陪我到远方。黄昏斑驳的墙，树影摇晃。来时路已拉长，带我到未知的天涯。海岸上的浪花，悄悄地瞬间绽放，转眼白发。笛声依旧在徜徉，月光光，倒映在在他乡留恋着他，可怜短会，再会啊，再会啊。甘愿看破来拼走，旧情绵绵有缘，对你情已到，浓情蜜满是藏，泪茫茫，雾茫茫。你的发，抹花香，陪我到远方。黄昏斑驳的墙，树影摇晃。来时路已拉长，带我到未知的天涯。
海岸上的浪花，悄悄的瞬间绽放，转眼白发，笛声依旧在徜徉，月光光，倒映在窗上，在他乡留恋着他，我的花，爱惜的再一回呀，再一回呀，月光光，倒映在窗上，在他乡留恋着他，我的花，爱惜的再一回呀，再一回呀。谢谢，再次的问候大家，大家圣诞快乐！我是洪敬尧。那其实，在我的家庭当中，是一个音乐世家。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因着领受到上帝的爱，使我呢这个家庭有了一个很好的修复关系。本来我跟父亲、跟家人的关系一直处于一个很冷淡，以及一个很恶劣的关系当中。其实我是一个音乐人通常的时间都是在幕后工作的，而且呢，我常常自己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关起这个门来，自己就是在制作唱片、编曲的工作。那我也编过很多的曲子，也跟过很多这个艺人朋友的合作。那在音乐圈的同业里面呢，其实我是备受到他们的肯定。其实也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我也得过2次的金曲奖，入围了非常多次的金曲奖。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些本来我以为我的努力就可以得着的。因着信仰，我才知道原来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其实在这段信仰的开始之前，我记得也是在很久以前应该算很久以前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我接到了我的哥哥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教会去。我心想就去吧，你知道吗？结果我那一次去教会以后，我才发现，从此我的人生、我的音乐、我的各方面的瓶颈都被突破了。所以不但我领受到了上帝满满的祝福，我跟我家人的关系其实很奇妙的，特别是跟父亲的关系，我就恢复了。这使得我在创作上，在我的音乐的这个生涯当中有了很大的一个突破。不然其实我一直都陷入在这个自我追逐。你相信在那么备受肯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其实自己一直不满足，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者。我不容许我的作品让人家有丝毫的一些的不满意，所以我就拼命的追求，直到我认识了这一位耶稣。那今晚呢，其实就是这位耶稣的诞生。我相信他带来了无比的盼望，其中这份救恩就像是一份礼物一样，免费的临到每一个人的当中。只是我们要不要去支取？因为我领受了，不但恢复了家庭关系，也带给我无比的祝福。所以现在呢，我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唱歌。我觉得这是都不可能的事情。特别我在创作上，也因为跟父亲的在音乐上的一个结合，也让我更多的涌出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的泉源。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以前追求就可以得到的，这完全就是出于上帝的爱跟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今天呢，
你们也大家都可以来领到，可以来领受这份爱跟恩典，这是白白的。好，那我刚刚唱的这首歌，其实就是我的父亲，源自于我父亲其中的一首经典的民谣。这个台湾民谣的歌就叫《古井咪咪》。我把它做一个改编，做一个国台语的传承。那我也不多说，我接下来呢还是要唱一首父亲的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跟我们台湾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今天是圣诞节，所以呢，我唱这首歌的意义就是希望这个上帝的恩典也能临到我们台湾这一块宝岛。所以这条歌叫做《宝岛漫步》，谢谢。把你们的手借给我好吗？在这么寒冷的天气，让我们大家动一动，来。宝岛漫步，漫步宝岛，宝岛漫步，漫步宝岛，宝岛地情分布布，蓝雾妹妹带影歌。唱出宝岛的漫步，我来拍鼓，你拍鼓。宝岛，唱出宝岛的漫步，来唱漫步，来跳漫步，就来唱来跳漫步。漫步漫步宝岛，宝岛漫步漫步宝岛，宝岛四季好佚佗，台人花莲到松湖，海路水路比步步，要吃海味免惊无。宝岛，唱出宝岛的漫步。来唱漫步，来跳漫步，笑笑来唱来跳漫步。也无奈一甜不倒，老人吃着该心酸，少年吃着是爱情雨。宝岛，宝岛少年来漫步，来唱漫步，来跳漫步，笑来唱来跳漫步。宝岛漫步漫步宝岛，宝岛漫步漫步宝岛，宝岛四季鸟食多，原油水鸭双双好，逍遥自在地奔波，行出宝岛的漫步。宝岛，宝岛鸟食唱漫步，来唱漫步，来跳漫步。就来唱来跳漫步，宝岛漫步漫步宝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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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我们谢谢阿瑶老师带来这么好听的歌声跟见证。好。接下来重头戏要上来喽！是，我们要带领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呢，现场的特别来宾呢，我们一起要倒数喽。因为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呢非常非常好看的灯光秀。OK， 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倒数5秒，可以吗？倒数5秒，好不好？好，来，预备，5、4、3、2、1，哇！
端，享受那个把所有人的愿望，哇，对，把所有人的愿望呢，帮我们带到上面的那一颗大卫之心，是，让我们的天父知道每一个人的梦想跟愿望，而且这梦想随着我们的希望一定能够实现。是，好漂亮哦！你看，在那过程当中啊，圣诞老公公一直都面带着微笑，享受过程。很多的贵宾已经莅临现场。来，我们欢迎所有新北市政府的行政团队，由许副市长带领的行政团队到台上来。许副市长欢迎您。许副市长带领新北市。来，我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吧，欢迎许副市长。行政团队。来，行政团队，谢谢。Merry Christmas。好，我们的新北的。大家长，也就是我们大家最爱也最爱我们的朱立伦朱市长也到现场来，来热烈掌声欢迎朱市长。朱市长 ，Hello， 朱市长好，朱市长好，朱市长好，来，圣诞快乐！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大家有没有很开心？有。我想今天是平安夜，是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到我们新北市市民广场来，看到全国最高的圣诞树，也看到全国最欢乐的耶诞城。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感动。我们希望平安夜，祈求能够全民都能够非常的平安。是，最近天气比较冷一点。景气也比较冷一点，但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让台湾充满温暖，让我们用欢欣的一个心情来迎接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用充满希望的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年。透过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祈求全民都能够非常平安、非常健康、非常快乐。我们台湾景气能够重新回春，让我们用温暖的心情迎接欢乐的未来。大家说好不好？好！祝福大家一切平安，谢谢。我们整个台湾一定会和好、和谐，并且有一个平安夜，一直到永远。是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哦，朱市长来到我们现场，而且带出这么样祝福的话语，带这么有能力的话语，我相信我们台湾未来会越来越好。对，那其实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有许多除了我们市府团队，所有的行政团队，还有很多的立法委员以及议员，还有我们的众教会牧者都同时的到现场来为大家带来祝福。那么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看到呢，刚刚呢，因为我们的在台北的现场是高雄的现场，我们刚刚看到呢，马总统已经到了现场了，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两边呢要来连线。马总统要来跟我们报佳音，好不好啊？对，我们两边来互相来祝福哈。来，张牧师，张牧师你好。两位张牧师都也带率领了众牧师团队也来到我们现场，是，来欢迎，绝对为我们新北带来最棒的祝福。是。今天真的非常有能力的祝福，今天真的很感动哦！有这么多爱台湾的弟兄姐妹，好朋友们都站在台上，一起要为我们台北新北市呢做最大的一个祝福跟感恩。而且其实呢，稍后呢，就是在跟马总统连线的同时呢，我们朱市长也别忘了跟高雄的市民也可以打招呼哦，他们也看得到我们，让他们看到我们这边多漂亮，对不对？对啊，这么棒的建筑物，对不对？让他们看到我们这边最高的圣诞树，好不好？好。让他们看到我们新北的
的市民最幸福的微笑，好不好？还有最有影响力的热情，好不好？好，哎，大家要准备好哦。真的，今年的这个圣诞平安夜呢，特别的不一样。我们北高两地的连线，就是希望呢，台湾是绝对会在一个和好的状况之下，非常的平安。我们期盼呢，每一个人不分种族，每一个人都彼此相爱，每一个人都传递平安和喜乐。好，我们看到，来，我们透过连线看到马总统已经在高雄的现场了。好，马总统已经要就位，准备要报佳音了。是，我们可是，我们是不是都第一次听马总统报佳音？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政府最高的首长能够透过圣经的经文来报佳音，公开的报佳音，兴奋的一件事情，非常幸福哎！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有看到吗？画面上有没有看到？你们也在画面里面哦。对，我们互相都在画面里面，是，我们互相都在祝福里面，恩典里面。好，我们看到马总统。马总统好，马总统看到我们吗？马总统，马总统，来，我们都招手好吗？马总统，马总统好，马总统好，所有高雄的好朋友，大家好。耶！哦，朱立伦市长您好。所有高雄的好朋友，大家好。Hello， 马总统好。Hello， 现在大家好。好，因为连线的关系，我们马上要请总统来为我们报佳音。哦，掌声鼓励！马总统报佳音。先问候好了。现场各位高雄跟新北市的乡亲跟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好！热情，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大家干干嘛不能来哦？哇，好厉害哦！这个我没办法。好厉害！在场的江燕婷长老、总统府熊副秘书长、高雄地区牧者的代表郑伯仁牧师、陈建岳牧师、杨志明牧师，以及各位牧者，高雄市政府，我们刘副市长，新北市教区各教会的牧者，新北地区牧者代表张富明牧师、张茂松牧师，还有我们新北市的大家长朱立伦市长，现场所有的贵宾，大家好，总统好，朱市长要不要跟我们高雄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来，朱市长，来，总统好，总统好，所有高雄的教友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朱市长好。我们今天好，现在是不是请总统来为我们报佳音？好朋友一起跟高雄的朋友打招呼，好不好？来，热情！我们都举起我们的手，的朋友们，热情火力拿出来！还有我们平安！哇，新北的朋友你们好！圣诞快乐！我们要展现我们的热情啊！高雄的市民，我们大家一起互道平安。太棒了！我们现在北高两地要同步的来聆听总统为我们报佳音喽！宣读报佳音经文，路加福音第2章第10到14节，莫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日子、好消息，予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悲的城，一定为着你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伫上悬的位，阳光归于上帝；伫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再来是国语版。哇，好厉害！我们给总统一个热烈的掌声！哇，总统好棒！台语版太厉害，太棒了！国语版的
刚才大家都听有不？听有哦。羞夸。国语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谢谢，阿门，阿门。哇，好棒！谢谢总统。还有另外一个语言吗？谢谢大家，谢谢。好，各位贵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圣诞平安！总统圣诞平安！今天是平安夜，全世界都在庆贺耶稣诞生的这一个伟大的日子。今天也是英九第13次参加好好听秀平安梅的报佳音的活动。在2000年，我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一个有意义的活动。我们觉得圣诞节应该回归宗教的教会来主办，让大家真正在这一个时刻展现我们的爱心，展现我们对其他人的关心。这样的一个和好、疼惜、平安夜的活动，现在在台湾许多的城市都成为重要的庆典之一。圣诞节是我们朋友、家人共聚一堂，互相交流、一起团圆的日子，也是一个充满爱与感恩的日子。2012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一方面因为欧债的危机，使得全球的经济都不景气，大家辛苦了；另外一方面，也一直有一些有关世界末日的说法，让许多人人心惶惶。前不久，有一家媒体征求代表字的时候，选出来的第一名是忧虑的忧，这代表了大家对大环境的忧虑、忧愁。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需要宗教的力量出来安定大家的心，让大家感觉到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还是有爱，还是有关怀，对不对啊？对。今天到高雄来，跟大家共聚一堂，一方面欢庆耶稣基督的生日，二方面也庆祝马偕博士在1872年来自加拿大的马偕博士，他登陆沪尾，就是现在淡水第140周年。而在南台湾147年前，比马偕还要早的英国的马雅各医生，他在当时叫做打狗的高雄市的旗后，就是现在的旗津登陆，开始了在台湾传教跟医疗的工作。在短短的7年的时间当中，他训练了许多本地人学会医疗治病。他也在高雄开了全台第一家西医的医院，他们当时叫做西医馆，就是新楼医院，奠定了台湾在西医方面的基础。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民众是不太相信他的，但是他不怕这种排斥，努力的热爱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他许多人接受他的医治，他也完成了许多成功的手术。各位，在当时医疗落后、器材不足的环境当中，他完成这么多成功的手术，相信就是因为祷告带来的信心，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也证明了信心的重要。耶！
马雅各医生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不仅将西方的医学带进台湾，而且他翻译了白话文的圣经，奉献了给台湾第一部印刷机。当他返回英国之后，他又在英国训练了许多医学生到台湾来，一方面传教，一方面也行医，也有一些到中国大陆去。他的2个儿子分别在中国大陆跟台湾传教。这些宣教士早年在台湾胼手胝足，建立了他们的据点，散播了他们的福音。到现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看到这些宣教士前辈他们的信念，他们对神对世人的爱，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希望把这一个和好疼惜的精神散播到全台湾去。今年11月感恩节的前夕，我来到高雄，跟各个教会的领袖共同发起一个感恩爱台湾的参会。透过跟各地牧者的会谈，我们加深了看见基督教教会的了解，以实际的行动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大家一起来爱台湾。其实从许多国际社会所公布的数据来看，台湾的优势并不差。我们行政院最近通过的经济动能推升方案，也逐渐看到了一些正面的成果。我们为了要打造一个更安定、更有幸福感的社会，我发现有一天报上登了一位读者的投书，他希望我们政府能够运用人的力量，善用人才，整合群力。虽然大家票选的字是优，如果政府跟人民同心协力，可以把忧患忧愁的忧改成优越优秀的优，好不好？好。感恩过去，放眼未来。圣经罗马书写着，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过去在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土地上奉献的传教士，如何在逆境中靠着他们度过最艰苦最不好的岁月。我们衷心期盼，我们希望能够继承这一些伟大宣教士的精神，教会也一起来带着我们的人民跟政府一起奋斗，在和好疼惜和后听秀这种精神下，一起迎向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爱与感恩的未来，把台湾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美丽的宝岛。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福杯满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开港，好来圣诞快乐，总统请留步。是，我们谢谢总统在现场为我们报佳音，同时带来了这么美好的祝福。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把祝福回给总统。那今天不管在高雄，在台北，有非常多的牧者，还有许多的基督徒。总统，我们都在为您祷告。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南北的牧长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总统祝福。同时待会呢会由郑伯仁牧师来为我们做国语的祷告祝福，陈建岳牧师来做台语的祷告祝福。我们一起来祝福总统，而且不单单是祝福总统，我们也祝福朱市长，台北跟高雄两地的所有的百姓。新北的朱市长，是。然后我们在我们现场有张复兴牧师以及张茂松牧师，张富明牧师跟张茂松牧师两位，我们一起呢也为朱市长，还有我们的马总统，还有我们整个国家祝福祷告，所有的百姓来一起祝福祷告，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同时，我们一起来祷告。待会呢，郑牧师还有陈牧师来为总统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上帝，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你，哈利路亚！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市长祝福，上帝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上帝，我们祝福新北市是台湾的荣耀，我们祝福新北市是台湾的恩典，我们祝福所有的恩典从新北市开始，像源头一样的流下去。上帝，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我们谢谢你，让朱市长的团队是最荣耀的，是最有智慧的，是同心合一的，是能够承接市场的意向的。我们也为马总统祝福祷告，让他有智慧带领这个国家。上帝啊，让他在这3年里头能够把这个国家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帝，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谢谢耶稣，赞美你主耶稣，恩上加恩，福上加福。阿门。好的，我们请陈建岳牧师来带我们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伫普天同庆你降生的好日子，愿你的平安、喜乐、疼痛、恩典、盼望，充满伫高雄、伫台北、伫规个台湾。阿门。我也奉你的名祝福阮高雄市陈局市长所带领的团队，互因有智慧、有治理高雄，成做一个上界水的国际港，互台湾因为高雄哪来哪水。我也奉主的名。求上帝赐福伫阮马总统，可以有智慧、有贴心、有信心，有治理阮的国政，互阮台湾所有的百姓生活哪来哪好，经济哪来哪进步，社会哪来哪繁荣，阮的国家哪来哪强盛，阮对世界的贡献哪来哪大。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也请郑伯仁牧师来为总统祝福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马总统，在过去这13年当中，他借着报佳音带给你在这个土地的百姓同胞带来极大的祝福跟恩典。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求你把加倍的祝福跟恩典特别倾倒在马总统的身上。主啊，当他在处理国家的事务，面对许多的挑战，当他来仰望你的时候，主，我们就恳求你的灵临到他的身上。主啊，你就把智慧聪明的灵、磨练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灵赏赐在他的身上。主啊，让他能够行审判不凭眼见，让他断是非不凭耳闻。主啊，让他仰望你向你祷告的时候，主他就经验到常常喜乐，可以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啊，他在为了许多的国事劳心劳力，我们恳求你赐福他，可以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阿门。阿门。我们祝福马总统。是。总统，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朱市长祝福你。也要祝福朱市长。我们最后要请总长，谢谢你。总统呢，跟台北那边、新北那边的朋友互道圣诞快乐。高雄的朋友们，我们跟新北的朋友们打个招呼，祝他们新年大家好。高雄的朋友们，大家好。祝福大家都有个平安愉快的平安夜。平安喜乐。是。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哈利路亚。谢谢朱市长，还有谢谢在台北的朋友们。是。好，这个连线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总统留步在台上，因为接下来各位看到象征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之主在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总统，诗班呢要为我们众部长们，请看这么盛大的诗班，就像天使报佳音一样。对，我们刚刚总统已经报完佳音了。对，我们现场呢这么盛大的诗班呢要一起呢，还有牧者好朋友们各种的语言哦，还有各种语言，对，用各种语言，包含有国、台、客、原名，还有英文，来跟大家唱诗歌报佳音。从来没有这样过哎。对，看起来朱市长好像是可以应付得了啊，他刚刚有点头哦哈。OK， 好，来，我们大家一起开口唱好不好？好。来，我们也给自己，还有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所有的诗班，还有朱市长最热烈的掌声来。来。OK。
在平安夜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来一点特别的，安静时刻。那是说朱市长先开口清唱一句，大家跟吗？没问题嘛，对不对？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唱。平安夜，深山夜，万安中，光华盛，照着圣母眼，照着神意，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吉祥天赐安眠，吉祥天赐安眠。好，厉害了，台语的来了，可以吗，各位？平安美，心山林，众目家，大家呀，无连天灵更呀呀，天君秋，哈利路亚，今日主降世，今日主降世。哦，客语，朱市长，你要唱大声一点。平安呀，深山呀，生之爱，公交天，救赎丰恩的灵来到，神用法出来，用功普照，耶稣我主公生，耶稣我主公生。好了，阿美族来了，各位。阿美族啊，阿美族，越挑战越厉害哦，加油！阿美族哦。放假来，阿达达呀，玛丽港，共福音，印第拉多呀，帕玛。马罗登，诺罗娃娃，卡夫提多提索，卡夫提多提索。哇，原来我会这么多语言，我第一次知道。来，英文的大家会了，请。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hepherds quiet at the side, glory streams from heaven after. Heavenly hosts sing
太感动了，真的。接下来我们请新店行道会张茂松松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为朱市长、为整个新北、为我们所有的市民、为台湾，谢谢。张茂松牧师，我们一起为朱市长跟这块土地，跟新北市来祝福祷告。是恩典的主在平安夜里，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市长祝福祷告。谢谢你，他让这个城市变成 Christmas Town。上帝要我们祝福，有天台湾岛要变成 Christmas Island。上帝要我们在这里祝福，不仅仅是一个圣诞的欢乐，更请你将天上的平安赏赐给我们的市长，也赏赐给新北市所有的市民。祝福这块土地是没有眼泪的土地，祝福这块土地是没有仇恨的土地，祝福这块土地是充满着希望的土地，祝福每一个百姓在你的面前都是像阳光一样的可爱，都是像老鹰一样的强壮，都有一双翅膀可以高飞在天上。祝福我们的市长，也要给他一对高飞的翅膀，带领着整个新北市迎向上帝的荣耀，迎向上帝的恩典与祝福。为新北市整个的执政团队来祝福祷告，祝福他们的执政团队，每一个局处首长都是最优秀的，把热情放在他们的里头，把意向放在他们的里头，把委身放在他们的里头，让他们能够为这块土地将自己的生命摆上。上帝，我们谢谢你，祝福这个团队没有任何的黑暗，祝福这个团队没有任何隐藏见不得人的东西。上帝要让这个团队是最光明的，也祝福议会同仁是最支持团队往前行的。谢谢你，赞美你，祝福新北市是天上人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哇，太感动了！我们今天真的很享受这样的圣诞夜晚，是从来没有这样度过这样那么棒的一个圣诞夜。不但是新北非常的幸福快乐，最主要的是我们还跟高雄连线，表示我们全台湾的所有的民众呢，我们的心是一起的。我们也谢谢朱市长带给我们这么幸福，祝大家平安，对，这么有爱的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朱市长，还要谢谢所有市府行政团队，还有我们的委员、议员们，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为新北的努力，还有我们众教会的牧者持续的为新北守望祷告，谢谢，也谢谢所有诗班的同工弟兄姐妹，还有好多小天使啊！你们带出了祝福跟恩典，你们让这么多好朋友可以享受浸泡在主的爱里面，诗歌的敬拜里面，被抱上来还不会走路就来唱诗歌，多棒哦！好开心啊！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再次谢谢朱市长，还有各位众牧者以及所有的执政团队，谢谢你们！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真的。Merry Christmas！ 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哇！好，接下来呢？重头戏啊！对，我们要来抽奖了，各位。还有人摸彩券还在你身上的吗？你们摸彩券有没有放到摸彩箱里面啊？我们要开始进行抽奖了。对，你不要只放在你的口袋里哦，那就没有办法兑奖的哦。现在要把摸彩券拿出来，我们在这个部分啊，我们要请3位牧师来为我们抽出3个奖项。首先呢，我们请新店行道会的张茂松牧师。张牧师来，牧师，我们抽出的是什么奖项？要讲2奖。2奖。蝴蝶机。2奖是宏达电智，宏达电，什么叫宏达电？宏达电HTC 我就知道了。你要换手机了，对。啊，HTC 智慧型的手机，最新的蝴蝶机是不是？蝴蝶机啊，J HTC J 一只，我们看，注意看啊，看谁？哇，张茂松牧师的手是带有祝福的手，牧师一边抽还一边为你祝福，你不只带这么好的礼物回去，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耶稣的爱带回去。不单单是有形的礼物，还有无形的祝福哈。好，来，牧师抽到的是
998号码，这位是陈怡洁女士，在现场吗？陈怡洁小姐，你在现场吗？手机你抽到了，你在现场吗？陈怡洁，看得到哈。来，号码是000998，陈怡洁，你在现场吗？不在，是不是要另外抽？对，如果不在现场，你们就有机会嘞，对吗？那他在不在呢？马上都说不在，真的不在还是？我们再数3次啦，好不好？再给他一次机会，来，陈怡洁姐妹一次，你抽到 HTC， 而且有耶稣的爱，还不赶快跑出来？2，陈怡洁，等一下，陈怡洁会不会在很后面啊？对啊，所以现在就等他，至少跟我们呼喊一下，陈怡洁3，有人在挥手啊？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陈怡洁？好，陈怡洁，不管你在哪里，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哈，恩典满满啊！来，我们来抽现场的朋友。张牧师抽中了你哈，这就是恩典祝福哈。好，有上帝的祝福也可以来，这位是003705张慈美，也是位女士。3705，你赶快看看你的号码。张慈美，你们怎么都没有在看你们的奖？你们都不看了？你们都没有看？哦，背起来了是吧？003705张慈美姐妹嘛哈，女士，有没有？我看我抽谁？都没有吗？啊，林麦话你要打下，那就给人家点机会。啊，再念3次哦。张慈美女士一次。张慈美。如果她去上厕所，旁边的朋友你要赶快帮她出来认啊，有没有？她如果暂时跑去上厕所。张慈美，003705，没有哈，不在吗？上帝一样祝福你。好，上帝祝福你哦。来，好，再一个，你们机会又来了。001191林君怡，应该也是女士。林君怡还是林云怡呀？是林玉怡还是林君怡？因为这看不太清楚。1191，你的号码。1191，哪一位？又没有啊！每次一抽到就没有啊。有吗？好。有没有？来，再念。好，再念一遍哦。1191。林君怡女士。001191，你抽到。HTC 手机了，有没有？实在人太多了，我们这边也看不太清楚哈。有吗？都没有就算我的了哈。什么？再抽2次。来，好，所以现在先等一下，是不是？对，我们这个2奖宏达电的智慧 HTC， 等会儿再抽。我们现在先抽4个直立扇，4位。直立扇有了吗 ？HTC 有人了吗？好，来，往前跑，你是谁？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巴不得跑下去找你。你叫什么名字？来，你是我们刚叫的哪一个？林君怡是不是？啊？你是谁？林云怡，来恭喜他！哎，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来上台。总算有人回应了，来。你该不会是？你该不会是刚刚？来。你该不会是刚刚想回家吧？可是你要跟我们对一下号码哦。他刚刚想回家，你走不了了。耶稣的爱要给你，来对一下哦。001191，真的，01来，明仪看一下。恭喜！来，那个东西在哪里？东西是不是对，牧师这个人刚刚已经要回家了。恭喜你，要不然我要到。你是不是刚刚已经走到回家路上？你今天拿下去。对，你今天是拿到这个奖，而且呢，我们叫了好几次才叫到的。你要开始去教会聚会了，听到没有？听到了没有？哎呦。啊，福音堂或是行道会都可以哦。来，去领奖来。哇，恭喜！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哎，好棒！手机你抽走了哈，好，谢谢张牧师哈，谢谢。好，要快一点哈。好，来4个。来，我先念哈，000606陈淑瑞吗？
000606陈淑瑞也是女士，有没有？好，来，我们这边抽到001347李培珍，001347李培珍，请你赶快到台前这边哈，来领奖。另外一位0011478黎怡君，0011478，好，0011347以及0011478中奖的朋友赶快到这边来，我们要送你立扇。好，我这边有个号码哈，003486吴丽云女士，003486吴丽云女士哈。好，你要到兑奖处。好，请到兑奖处领奖。拿着你的摸彩券到兑奖处。好，是。接下来要抽的是橘子工坊的碗盘清洁剂，我们要抽号码球末两码，我们请土城的联导会主席庄牧师抽末两码，好，10位数90、92，请到兑奖处，你末2秒，92抽过了，好，2重抽，在他手上不行，等会不能给他，你讲给他，不能给他，等一下，9几，96，末2码96。好，再抽一组。等一下，再抽一组。来，再抽一组。我们请这个板桥区联导会主席张志国牧师，10位数字是001，请到兑奖处兑奖。好，我们还有奖，等会再抽。谢谢大家。好，谢谢。基本上我们的奖项是不是抽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好不好？好，我们先暂时的休息一下，因为稍后呢再继续的摸彩。我们来欢迎歌手来为我们做表演。对，我们刚刚看一连串这么感动的一个诗歌敬拜啊，还有总统啊，还有市长的一个分享。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歌曲。好，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呢选秀比赛呢出身的歌手，也非常的会唱，非常有实力。是的。那现在呢，再度的改变造型哦，要带给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们来一起欢迎黄美珍，来，掌声欢迎她。Hello， 现场朋友，你们好吗 ？Hello。让我看见你们双手好不好？后面的朋友一起来。生命是一座迷宫，很多时候走不通。我不哭，没有人跟你形容路上隐藏的裂缝。我不哭。放开你分手的手，还感觉到你的手。我不哭。我承认我有一个非常懦弱的内在，我不哭。我知道现在就是那瞬间，旅途的瞬间，精彩和失恋都同是人生的短暂排遣，一转眼清晰的明天，我看到自己更加的透彻，我才发现那是爱的乐章。音符的高低，它会不停的伴奏，亲爱的乐章，生命起飞也会不停的交换，张开翅膀让风吹过，只要记得抬起指头。现场朋友给我个尖叫声好不好？这里的朋友。后面的朋友 ，Hello， 嗨。
分手的手，还感觉到你的手。我不哭，我不哭。我承认我有一个非常懦弱的内在，我不哭。我知道现在就要分手啦，那就分手吧。荒原和牵挂，都是继续路上美丽的花。站起来，或者跑起来，我要让生命更加的精彩。我才发现那是爱的乐章，音符的高低，它会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反转。无尽爱的乐章，生命喜悲也会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交换。张开翅膀，让风吹过，只要记得抬起拳头。我要把握，就算回头，让三千青春铺散而过。跟你们打招呼一下，你们冷吗？不冷，看到我就不冷了，对不对？等我很久了吗？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这种配合啊！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跟你旁边的人讲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再一次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是，哈哈哈。今天其实是一个很平安，我很开心，就是自从认识耶稣之后，有一个很温暖的爱降临在我的心中的宝座上面。他一路上带领我走到现在，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接下来呢，我要带来这首歌曲是要献给耶稣的，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途中》，里面的歌曲呢。歌词里面有写说，有一种爱，有一种爱，有一种爱，是真的，那就是上帝的爱。带来这首歌曲《途中》，谢谢。什么样的爱埋伏在未来？有一个人正拿着号码牌，谁给我的爱还没有到来。可是我却有预感在脑海，天空就快亮起来，风在我前天剪裁，千里外的阴霾已经快要被日出刷白。我站在地平线看，向我盛开的姿态，我习惯如此等待。未在还是未来，我要的答案还没解开，我不要爱，来得太快，幸福太快，我招架不来。天堂还在旷野之外，途中的意外也是安排，我相信爱到来，那一定会一定会更精彩。有一种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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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累了就看看窗外，看清后我视线装载美丽的好心情，有种说不出口的愉快。我站在路途中的一段美好的时代，到现在还在等待。是未来，我要的答案还没解开，我不要爱。
还没解开。我不要爱来得太快，幸福太快，我招架不来。天堂还在旷野之外，途中那一晚，我是安排，我身上爱到来，那一定会，一定会很精彩。有一种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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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存在，存在。有一种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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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存在。谢谢，谢谢你们。再一次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加尖叫。在这么寒冷的冬天，我需要温暖的尖叫声。好，接下来我再带来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它是我生命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出去外面工作，难免会很想念家人。就是这首歌曲很特别，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给我的歌，叫做《只怕想家》。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比较不怕想家了，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家，也是教会。这是我第二个家，所以我先在这里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只怕想家》，谢谢。有成长，有理想，最后总会被了解、被培养、被奖赏。怎么城市像战场，充满痛与伤，好像终于能容忍、能顽强、能埋藏，心里还是很孤独。很迷惘，很悲伤，不再笑得像太阳，近得像月亮，什么都可以不怕，只怕想家。和爸妈说我一切顺利，泪总会落下，太辛苦就赶快最暖的牵挂，我什么也不怕，只怕想家。武装的冰冷遇上温热就会融化，就算曾被责骂，现在明白是心疼。说谎，痛快承认太遥远，太漫长，太渴望，所以有了新对象，忘了我在他乡。
寞就是想从前，想逃亡，想分享，想回家。谢谢，谢谢，拜拜。谢谢，谢谢黄美珍，带这么动听的歌曲，全新的造型 ，Hello，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对，好不好听啊？好听啊！哇，每一个歌手都是实力派的，对不对？而且他们呢，也跟我们一样呢，都很爱主哦。对，非常的喜乐，非常开心。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听歌，可是好听的歌，不一样歌曲。是，如果是基督徒的，你们对他们一定很熟悉。对，不是基督徒的好朋友呢，你们今天有耳福了。对，听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录制了非常多的专辑 CD， 而且他们的歌声就用美声2个字来形容。没错，他们的和音之优美，唱遍国内外哦。是，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天韵诗班，欢迎天韵诗班。God of glory, Lord of love, hearts are full, life flows before thee, opening to the sun above. Melt the crowds of sin and sadness, dry the dark of doubt. Of day. Joyful, joyful, let's sing together! Woo! Joyful, joyful Lord, we adore thee, God of glory, Lord. Before thee, opening to the sun above. Now the crowds of sin and sadness drive the dark of doubt away. Giver of immortal gladness, fill us with the light of day.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Yeah, yeah. Let every heart prepare him room.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Yeah, yeah, yeah. Let every heart prepare him room. Joyful, joyful Lord, we adore thee, God of glory, Lord of love. Hearts are full like clouds before thee, open to the sun above. Now the crowds of sin and sadness drive the dark of doubt away. Giver of immortal gladness, fill us with the light of day. Light of day. 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圣诞快乐！好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所有亲爱的朋友一起来庆祝圣诞节，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朋友说，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你跟为了我，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平安，享受喜乐。耶稣是为你为我而降生的。那天晚上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夜晚？是让这位婴孩降生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哦，圣善夜》，掌声欢迎。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the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error pining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His word. A 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 for yonder praise a new and glorious morn. Fall on your knees, or hear the
这不是普通的一个夜晚，这是一个神圣的夜晚。我们的救主降生了，耶稣来要带领所有相信他的百姓，从黑暗里面，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使每一个人因着认识他、相信他，生命就得到改变，生命就有了希望。他使每一个人能够尝到在地如在天的一样，有神的同在，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神的平安和喜乐。最后，我们用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你会唱的话，你可以开口跟我们一起来庆贺、欢唱，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来唱这首歌。有婴孩为我们降生，为我们降生，为我们降生，有婴孩为我们降生，他的名要成为奇妙。真神，昔在永在的天父，和平君王，昔在永在的天父，和平。
谢谢天意谢谢诗班，天意诗班，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好吗？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哇，谢谢天意诗班的美声啊，真的，每次听他们诗歌敬拜，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非常的震撼，真的是。哇，今天的这个圣诞夜有没有过得不一样啊？开不开心啊？哎，我们幸福的微笑要挂着哦，我们可是非常幸福的新北市民呢，对不对？是。好，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呢，要很感谢，因为呢，这一次呢，感谢新北市政府，同时最重要的呢，是我们新北的众教会，是的，大家呢出钱又出力，非常辛苦，就希望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很不一样的圣诞佳节。而且我们要特别感谢板桥福音堂，是板桥福音堂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嘿。我们谢谢板桥福音堂张富明牧师主办单位，谢谢多日来的辛劳，谢谢。那在最后呢，大会结束之前，我们要请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祝福祷告，因为呢，这个祝福是要从今天开始一直带到来年的啊。来，我们特别请到的呢是赵佑林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还有黄敬才牧师，来，牧师请。我不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是礼拜一哈，我们在庆祝这样的一个欢庆的日子，是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非常非常的谢谢你，因为你今天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天气。谢谢你，你今天让许多的人在爱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他们在盼望的里面来参加，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新北市这个地方是蛮有盼望的。我们发现许多的人心里面，他们都还是存着非常的美好的一个生命的。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新北市的市民，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你。因为我们纪念的是你的降生，你降生的时候，就是给这个世界要带来一个新的盼望。阿们。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投靠你，而且你会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投靠你，不仅是有钱的，或者是有办法的，贫穷的人，那些心里面有挫折的人，家庭有难处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依靠你。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到世界。我们谢谢你，愿主你把这个祝福在我们欢庆以后带给我们来参加的每一位的市民，不但带回去让我们得着这个恩典，也让我们的邻舍得着这个恩典。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发出来的爱，也可以带回去跟我们的邻舍来分享，跟我们的家人分享，好让人看见说耶稣你眷顾这块地土。我们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你今天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也让我们一起跟你快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天父上帝，你是赐平安的上帝。今仔日2022年平安暝，你的平安临到新北市每一个市民、每一个人、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上帝啊！无论今年阮拄着什么款的困苦艰难，心内安怎充满忧闷甲忧虑，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降生，将真正的平安临到阮每一个心中。特别透过今仔日圣诞暝的暗会所有的诗歌甲节目，愿在座每一个阮的朋友、阮的市民会当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愿主耶稣降生所带来平安，现在临到每一人心中，摕掉阮所有的烦恼忧愁。上帝啊，你是互人有愿望的上帝。面对2023年，阮相信上帝，你要将愿望守住新北市，透过阮的市长、朱市长，甲所有市府团队，甲阮所有市民的努力甲奋斗，互2023年是充满愿望的一年。上帝啊，你将忧闷转做喜乐，
好，2013年是充满喜乐的一年，充满欢喜的一年。好，我每一个人心中是喜乐的，每对夫妻是喜乐的，每一个家庭是喜乐的，无论大事小事是充满喜乐的。上帝啊，愿你的喜乐现在临到阮新北市，临到我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求你怜悯阮。耶稣基督，你的降生，就是要将对天来平安、甲喜乐，收束阮每一个你所疼痛的人。今仔日，阮暗会要结束的时阵，阮愿你将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上帝，将平安喜乐归于地上，特别新北市每一个你所欢喜、所疼痛的人。感谢耶稣，听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让我们掌声鼓励好不好？把最大掌声归给天上的父，把平安、喜乐、健康归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真是每一年大家都相约，一定要到这里来过一个和好疼惜的平安夜，好不好？是，好。来，我们呢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摸彩，我们把时间呢就交给大会同工。是的，我们再一次互道圣诞快乐，大家彼此握手，彼此拥抱，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等一下要得大奖。是，节目还没有结束，平安喜乐。后面还要抽奖哈，继续哈。祝福你们得到奖 ，OK？ 好，祝福你们。好。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把时间交给你们了，谢谢大家，谢谢，拜拜。赵牧师跟黄牧师哈，我们要请赵牧师为我们摸出3奖，我们等会还有头奖哦。我们请赵牧师摸3奖：苹果、平板电脑。好，唱名一位，唱名一位。嘿嘿嘿嘿。好，名字叫做杨碧瑶，杨碧瑶，手机号码0930788587，杨碧瑶。好，我们再摸一位。好，我们等一下哈，我们要有2位，我们要再请黄进财牧师再摸出一位。黄碧瑶，你赶快告诉我在不在？好，第2位。第2位是谢风庆，他的号码是29612214。好，我知道他在场，对，还好是黄牧师收的哈。好，那一位，好，这一位杨碧瑶，你确定是你？哎呀，你太得意了，来，赶快去领苹果平板电脑。杨碧瑶，我们的奖一定要你在现场，你如果不在现场，我们就不送出了。所以我喊3次，请你务必要出现。你如果不出现，我们就要再重抽了。好，第1次，杨碧瑶0930788587，有没有在？第2次，你一定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不然我3次完了，对不起，我们就重抽。杨碧瑶，你的号码是005000，哦，你的号码好特别哦，005000。第3次，杨碧瑶，没有是不是？没有，重抽了。好，对不起，我们要再请赵牧师，是刚刚你抽的吗？要请你再抽1张了。哎呀，我多么希望是我啊！黄家明在场吗？黄家明0910751004，0910751004，就是电话0910751004。好，第2次，黄家明，哎呀，在哪里呀？快啊！第3次，黄家明0910751004，有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不在吗？在不在？在啊！重抽了，3次了，3次了，确定哈？重抽，哇，那啊，有人吗？没有啊？没有吗？好，我们重抽了。好，再抽1次，真是抱歉了。哎呀，赶快抽中我好了啦！报那个上面的号码，不要报电话。好，
温国忠在不在？温国忠在不在？你不在，哎，旁边人叫是没用的。温国忠，本人要在，本人要在。他在哪里？温国忠在哪里？温国忠在哪里？哎，哪里？温国忠，请你出现好吗？第一次，温国忠在哪里？第二次，温国忠在哪？在家里，在家里就不必了。第三次，温国忠，温国忠，我们那是他太太，他太太可以吗？那个彩券兑换处太太可以吗？最重要，如果他有这张就可以，有没有这张？有这张就可以。有没有？好，去那边去对，看对不对？如果是太太拿的是通的，是可以的。我们念一下号码哈，请那边兑奖的来看一看啊，他有这张单子啊，002675，确认一下002675，看是不是啊？有这张单子。本人不在，太太、小孩在都可以的，有这张单子才行。002675是一样的，我们恭喜温国忠。来，你下。我们要请张富明牧师抽出我们的头奖蝴蝶机。HTCJ 一位，只有一位，抽中我吧。我抽我自己可以吗？那我抽到我太太可以吗？钟月英，那是钟吗？实在太吵了。钟月英，你的号码是004886，004886，004886。钟月英在不在？钟月英在不在？好，第一次钟月英电话0930753478，0930753478，号码004886。第二次钟月英，有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快点快点，妻子、丈夫、老公、小孩，钟月英。004886，没有吗？第三次钟月英，这是蝴蝶机耶。好，放弃了哈，好，是吗？到了吗？还有2台啊？对啊，不是已经抽掉1台了吗？没有啊，所以有2台。你这上面写1台。确定，好，那我们再抽。好，钟月英没有了哈，放弃了哈。那还有2台。对，还有2台。是我吗？杨风快木的快。杨风快，号码是002137，002137，快点中奖的人。杨风快。这边还有一个李汉生，001562。你的电话是0938432312，李汉生，杨风快，002137，002137，电话号码0952188502。你再读第2次。好，李汉生第2次，你的电话0938432312，这是蝴蝶机，你的号码是001562。第2次没有。好，第2次杨风快0952188502，号码是002137。最后一次如果没有，我们要重抽。李汉生0938432312，你的电话，你的号码是001562，有没有？
好，第3次杨丰快002137，电话号码0952188502。我还要再抽2个，因为都还没有啊，2个蝴蝶机。对，再抽2个，哇，实在是，我们还有很多奖啊，你不要走啊。吴正金，吴正金你在吗？004497，吴正金在，对不对？啊，恭喜你！哇，我都快要哑了。蝴蝶机，来去兑奖处兑奖。来，你的电话号码几号？对，答对了。这个是爱丽中心的，姓名是写爱丽中心，你的电话是77307599，爱丽中心，你的号码是004198，爱丽中心，你的电话是77307599，爱丽中心有没有？爱丽中心，第1次爱丽中心。现在我要念第2次，蝴蝶机爱丽中心，77307599，你的号码是004198，第2次，蝴蝶机爱丽中心，你要不要？哎呀，给我算了。我最后一次，爱丽中心，你的电话77307599。你的号码004198，有没有？好，我们再抽一次。好，我们最后一次。哎呀，希望可以抽中哈。好，来，抽中我。你要喊啊，抽中你。对，等一下我们一起抽。好。这个人好像姓吴月琴。001589，你的电话是0939062498，大概或者496。你看号码就行了。好，吴月琴，有没有这个人？我再念第2次，吴月琴，0939062498或496的电话。001589，蝴蝶机要不要？吴月琴，我最后要给你一个机会。吴月琴，电话0939062498或496，你的号码是001589。吴月琴要不要蝴蝶机？不要，谢谢。那我们只有谁要？要的人。好，快抽，时间不够了。好，这个人是我吗？陈满富，有没有这个人？陈满富，你的电话是0983899497，你的号码是004346，陈满富，第1次。有吗？004346，陈满富有了，出来了吗？来，对一下你的号码。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唇跟脸，好，看一下你的唇跟脸。004346，啊，这一张没错，004346，恭喜你去兑奖处兑奖，凭那个蝴蝶机。好了，我们呢就开始看是。什么？抽了吗？不抽了吗？什么叫不抽？看光雕秀，我们还有东西，可是他让我们看。顾客上面。啊？是吗？我们先看光雕秀，我们最后还有80个奖项，但是呢，光雕秀我们很快看完，是不是？54321。这个后面是什么？后面3码抽球的。好，5、4、3、2、1。那个不用。往后转
的圣诞树，后面的圣诞树，请你往后转，后面的圣诞树。好，我们接下来要抽扭力活的葡萄糖安逸，我们要抽16组末3码相同的，只要你末3码拿出你的彩券来看，百位数字0 0，百位数字0，对，百位数字0 3 0 3 0 3 1031，换句话说31031，赶快去兑奖。好，这第一组，请抽第二组。200，7 270，好，注意看你的彩券咯。276，请去兑奖。第三组。300，50，351，请去兑奖。第四组，扭力活1罐1000多块。非常好的葡萄糖安。
500。第几组？第4组。500。好快呀！这是590。596。哦，596是重复，96是重复的，所以最后一个号码重抽。590。59，然后重抽一个，因为6已经抽过了。590。好，第5组对不对？第5组，590，第5组，这是600。他们会记吗？他记吗？70，670。671。好，请抽第7组。好累啊。800。80。抽。804，请抽第8组。还有10组，那我们抽2个号码不就结了？会吗？请你努力。10组就扣掉一个1，不就10了吗？请你照规矩。800，你看我们牧师已经抽到手酸了。90，890。我照我的算术，应该10组的话，只要抽2个号码，这样就有10个人了，不是吗？893，赶快。哦，3又要重抽，好，对不起。890几呢？895，赶快去兑奖，来再抽8组。我看那边都没什么动静啊。哎，你们到底有没有去兑奖啊？我看抽2个号码比较快。兑奖处我们可不可以抽2个号码啊？不能啦，这样会不够用啦。好，我们再开始，400。好，50。452。好，再来，这是第2次的第2组，对不对？0，换只手抽，04。043，好，再来第3组，0，好，又是0。505。000已经不可能了。057，好，第4组了，是不是？我已经糊了。0，怎么又摸到0啊？你的手是怎么了？你不行了。03，5，035，好，第5组，快了。啊，这是600。630几呢？639有没有重复？没有。好，639第6组，630几呢？630，第7组150几呢？154，我都快不行了。154，好，第几组了？哎，第8组了，终于200，哦，很累啊。270几呢？276，摸彩柱我们摸完了吗？还有最后一组，不是第8组了吗？摸彩柱我们是不是第8组了？哪一个重复？再做一次。
来再重。所以我们要重抽一组，对不对？好，重抽一组，重抽一组，100。哎，这是180，184，184，我们终于抽完了，是不是？好，恭喜你，赶快去兑奖。最后祝你圣诞快乐。没有抽到的，明年再抽，好吗？愿上帝祝福每一位。那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每一个教会所做的参与和帮助。谢谢大家，请大家把椅子叠起来，好吗？如果地上有很脏的，有一些垃圾，麻烦捡掉。谢谢大家，把椅子叠起来。谢谢大家的帮助。在所有的摊位那里也是请大家把垃圾收一收，把你们的东西带回家，把垃圾丢到垃圾桶。谢谢大家，地上的垃圾请大家捡一捡。谢谢每一位的参与，把垃圾丢到垃圾桶。愿上帝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圣诞节平安。